咱知即个头两谱表拢是听见耶稣的声，然后第三谱表甲第四谱表拢是人的行动。迄个歌词其实就咧表明这样代志。第三谱表甲第四谱表就是人安那去行动回应主的话。所以这条歌其实是分做顶段甲下段，咱透过这个诗歌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咱即时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吼，来预备，来。我听耶稣的声公明，灵点的一世间，伊那乐口来我面前，大浪的平安。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里平安，快乐听伊应听耶稣身边。所以第三谱表到第四谱表会当细看较紧细看，表示咱展开回应主的话的行动，表示咱回应咱听见主耶稣的话了后，咱的行动。咱来吟第三节啦，吼，咱来吟第三节，来做伙来吟，预备，来。我听耶稣的声讲，我是世间的光，心我的那的面路，听去光明中。我听伊讲，摇头观看，充满欢喜。耶稣真讲，永无变化，笑看行到一时。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558首。圣诗第558首，咱嘛来听琴弹一遍来。四三啊，跟咱有点像摇篮曲吼，总是这条歌有真优美的旋律，咱做伙来吟第一节吼，咱做伙来吟，来预备，来。困求救主对我公平，教会脱离我命命令，我全力。是美家己，那主错我高你身边。所以是一个祈祷的歌，咱求上帝咱显明，使咱真正的快乐甲自在，互咱徛伫伊石盘顶，帮助咱，互咱真正。坚固无碍。咱来吟第6节吼，这条歌有6节的歌词，上时是一条祈祷的歌，愿上帝的安慰甲扶持，甲咱做伙伫地。咱来吟第6节吼，第6节第6节吼，来预备，来。救主令我虽然卑微。大是大伟，看你记，
高丽眼光，我看见无魂的你平安欢喜。我对真侪人拢知影，我真爱大家去摕新圣诗，原因是新圣诗圣诗的后壁亲像即条歌558首有一个美，迄个美有一个启应。咱随上今仔日的礼拜是要对这个启应来开始的，所以不要紧吼，咱无摕到这个圣诗不要紧，总是我要请你甲我做伙来启应，因为今仔日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咱庆祝啥物会？庆祝中秋节对？无毋对，庆祝中秋节，总是咱更较庆祝是主出世伫咱中间，伊成做咱的救主。所以，若有这个圣诗，手有摕圣诗的，会当甲我做伙启应；若无不要紧，咱会当听就好吼。我来启，大家来引有摕圣诗的来引吼。伫邀歌甲战争的中间，咱庆贺丰盛。伫压迫甲暴政的中间，伫妖疑甲绝望的中间，伫惊吓甲背叛的中间，伫怨恨甲死亡的中间。伫罪恶甲朽烂的中间，伫逐位充满死实的中间，愿咱庆贺庆祝这位永活的耶稣基督伫咱中间活地掌权，成做咱正人的救主。拿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敬拜时间已经到，请将手机关机，安静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上帝国的来临，毋是人看会出来。上帝主权的显现，毋是靠啉食，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咱做伙来吟圣诗而乐，圣诗第153首，圣诗第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请起立吟全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点滴一世间。伊若落苦来我面前，大人会得平安。我听伊讲心就安慰，随时就去找伊，心的平安快乐着伊，应着耶稣心边。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我苗最作是我，最大的拉着进来因，我灵堂的引我。我听伊讲受着免的，我以他伊救灵。实在清楚，真心甲袂永无艰苦的心。我听耶稣的声有讲，我是世界的光，信我的路会得明路，听去光明中午。我听伊讲，夜头观看，充满欢喜。耶稣真讲，也无变我，叫我行到一世。请会众有缘兄弟，咱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革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上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39篇，启用文第39篇，圣诗后壁1069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引。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
万国拢会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我国家家啊，就来。咱大家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的主，感谢你过守阮经过一礼拜。今仔日是你主你所想的安息日，互阮有份来到伫遮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用圣灵来充满阮。拍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音，照着主你的旨意来行。主啊，我要将阮的软弱甲病痛完全交托予你，求上帝大能会当伫阮软弱的身躯顶面完全显现。恳求主你踮伫阮的内面，嘛帮助阮踮伫你的内面，保守阮跑走伫你的旨意甲道路顶悬，掌管阮的生命。互阮活出基督的活命，搁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一份子。今仔日是911事件满21周年，我们为着世界和平祈祷，嘛为着台湾的安全，恳求上帝恩典，互台湾甲大陆两边的领导人有较侪的智慧，赐福气伫即块土地，互阮会当得胜，完全活伫主的平安内面。嘛恳求万能的上帝会当互疫情早一日得到控制。主啊，阮将阮完全交托予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圣经，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2到35节。路加福音13章22到35节，和本伫102页，现代译本伫新约169页。耶稣经过城市甲庄塔，去耶路撒冷引导教示人。有人问伊讲：“主啊，话得着求的人真少是无？”耶稣甲因讲：“着尽力对下门入去。我甲恁讲，有真侪人想要入去，也袂当入。”25节，主人起来关门了后，恁才活伫门外拍门，讲：“先生，请甲阮开门。”因会应讲：“我毋知你是倒位来的人。”迄时你会讲：“我捌甲你做伙啉食，你嘛捌伫阮的家路教示。”毋过，伊会讲：“我甲恁讲，我毋知你是倒位来的人。恁遮爱做歹的人，拢离开我。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所有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家己煞受赶出去外面。迄时，恁会伫遐天口家己册子，人对东西南北来，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按时上老尾会做第一个会做上老尾。31节。伫迄个时，有一寡法利赛派，我来甲耶稣讲：“恁着离开遮去别个所在，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甲因讲：“你去甲即只狐狸讲，你看，今仔日、明仔载我赶鬼、医病，第3日完成我的工课。虽然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一定会继续行我的路。”因为先知无用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互人杀死。34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恁杀死先知，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来遮的使者。我遮侪遍爱要自入你的囝儿，亲像家母自入家仔囝，
互因染伫7个月，恁拢无爱。恁看，恁的厝会荒废。我甲恁讲，对今以后，恁绝对看袂到我。直到恁讲，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请圣歌队来赞美，圣哉，圣哉，圣哉，永代我主为王。这是咱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伫上帝国内坐息。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请往你边仔头前后壁的人，甲伊微笑点头，同时甲伊讲中秋节快乐。已经过啊，总是上帝嘛要祝福团圆，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稳定。保守扶持带领，互咱这个中秋节，不管伫倒落，甚至现在伫线顶检查有兄弟姊妹，甲咱做伙来聚集，求上帝赏赐怜悯，互咱亲像坐伫上帝国的院道内底，领受伊完全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这个有限的人，常常放袂记即你对阮的恩典，怜悯阮，赦免阮，帮助阮，互阮对你的话、对你的性命领受的快乐，互阮伫阮的性命中行出你的听，
你的义，求上帝帮助夫妻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大先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假使你若行伫路面，突然间对面行来耶稣，你第一个想要问伊的问题是啥物货？还是你拢无问题，就安尼互过？有可能哦。你第一个问题是啥物问题？然后，咱阁想看觅，你若想要问耶稣这个问题，那安尼，你会期待啥物款的答案？2礼拜前，大概2、3礼拜前，我突然间一个下晡接到一通电话。对面迄个声是一位姊妹，伊一开始就直接就问讲：请问你是牧师是无？歹势，伊是用华语啊，你是牧师吗？吼，我讲是，是。刷了伊安尼问，伊讲怎样他会当知影家己会当是毋是会当上天堂？我小可想一下，就来应讲。上天堂毋是我会当决定，嘛毋是你会当决定。然后我问伊讲：你想啥物人会当决定咱上天堂？伊安尼犹豫几秒钟，就安尼真怀疑，就回答讲上帝。然后我煞只来讲对，你拢知影答案嘛？是安怎来问我咧？然后这位姊妹讲有时间，伊要来咱的教会做礼拜。我毋知影是毋是真的啦吼。若有，我嘛要恭喜你坐来咱的中间。这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有人伫路面拄着耶稣问主耶稣这个问题。伊讲《路加福音》13章23节，讲主啊，会得到救的人。真少是无？得到救的人真少是无？有人安尼讲，你是啥物人？你就会问啥物款的问题？那第一经济的人，伊关心的是讲，我爱趁偌济，才会当得到救。那第一政治的人，会关心的检测是啥物时阵会当拍倒这个？万恶的罗马帝国，就是万恶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伊伫意的是这样代志。然后伫历史顶头，有真侪军队主耶稣的人，做真侪试，因咧试真侪，毋望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得到救。啥物人会当得到救？这个问题，加理文来讲，只有上帝有定的人才会当得到救。保罗甲厄古斯丁会讲，因为神来称义的人才会当得到救。然后柏拉图主义的人会讲，是人的意志甲选择，才是人得到救的关键。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感觉什么答案是你所要听的？你感觉你的性命得到救的关键是啥物货？即时，咱的性命得到救的关键是啥物货？主耶稣回应这个人所提出来问题，总是应该毋是这个人所要听、想要听的答案。伊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3章24节，做伙来读来。着尽力对话的门入去，我甲恁讲，有真侪人想要入去，也袂当入。主耶稣即句话分明就是对遐家己掠做我一定会得到救，总是袂当入去的人讲的，对无？这分明就是对这样的人讲的啊。
所以问的人心内底一定想讲，啊，我一定是迄个得着救啦，是真少的人，啊，那安尼我一定是得着救迄个真少的人内底一份子。所以有一句话讲，自我感觉自我感觉良好。主耶稣就是咧讲这个人啦。主耶稣就是对这个人所讲的，就亲像世间上有真侪这款的人，因内底心内会安尼想，我一定是迄个得着救的人。你若生来就是犹太人，就会相信家己生来就是属上帝。因为因掠做家己本来就是上帝的百姓，甲上帝立约的一份子。因为安尼，针对这群人，主耶稣提出一个命令，甲一个譬如。伊命令因讲，伊甲因讲，上帝国，咱若要进入上帝的主权内底，迄个就是一个话的门，的门，真的窄门。要入去的人需要尽力，圣经底下爱出力啦，爱尽力，爱尽力就表示你只有工课才有法度得到，唔是出世就有，唔是哦，唔是出世就有，所以唔通掠做好，阮爸爸是牧师，阮爸爸是基督徒，阮爸爸安尼，我就真自然就是上帝囝儿，毋是哦。道理真简单。早前台湾的大学联招只有录取报考的人数1/3，所以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所以早前台湾的大学也互人称作话门窄门。所以早前若厝内底有人考调迄门口爱放炮，实际上就亲像阮爸爸共款，阮爸爸出世伫台南的溪顶寮，迄是即摆安南区真偏僻的庄脚。听讲伊考到南一中的时阵，全村第一个考到的。我毋知伊迄时阵有放炮无啦吼，我毋知阮阿公的时代有放炮无，总是一定会真欢喜。共款。所以，总是伫遮主耶稣将上帝国比评做话的门，咱爱知有门就有厝，对无？有厝就有主人，对无？就有即家的主人。所以主耶稣刷落去才会讲这个譬如，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3章25节，做伙来读来。主人起来关门了后。恁才徛伫门外拍门讲：“先生，请甲阮开门。”伊会应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迄个和合本甲旧的台语译本拢翻译做主，迄个先生吼，称对内底的迄个是主，称做主啊吼。原文是主无毋对，所以即群伫外口弄门呼叫讲主啊主啊，帮阮开门的人一定掠做因是熟悉即个家主的人对吧？迄家的主人，无想到既然听见内底的家主安尼讲，我毋捌恁呢，我毋捌恁。咱搁煞咧读即个。来读这个26节到27节，做伙来读来。迄时恁会讲，阮捌甲你做伙啉食，你嘛捌伫阮的街路驾驶。毋过伊会讲，我甲恁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恁遮的做歹的人拢离开我。家主应答真直接呢。伊讲你甲我安尼食。你感觉食过饭对无？你也缀我去街路恁，安尼听道理，安尼倒算捌我，倒算无呢？安尼无算捌我。家主上尾定义讲，即群人叫做歹的人，原文嘛会当翻译做不义的人，这个是和合本
甲旧的台语译本翻译的不义的人，这个不义的人，这就是耶稣咧教咱怎样拍拼入尾门的路径啊！所以假使主耶稣咧对咱讲，假使咱若甲耶稣伫迄个宴席顶头食啉，听过伊讲道。安尼只有亲像耶稣的粉丝 fans， 跟啊跟屁虫的共款，伊去到倒就第二，要去听伊讲道理，安尼尔。那安尼，咱只有是自我感觉良好，家己掠做我捌耶稣，总是耶稣也毋捌我，确实是安尼对无？那行要做粉丝尔吼，就是安尼尔啦。咱掠做吼，我这个人我出色的，结果无啦，咱毋捌伊啊。总是假使咱若无伫咱的性命甲生活内底坚持行伊的义，那安尼到时主就要对咱讲：嘿，我毋捌你诶，你这不义的人，离开我毋捌你。到时咱若弄门要入去的时阵，伊会安尼讲。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无要回答讲将来得救的人有偌济这个问题，伊爱咱活咱性命的焦点，爱咱专心去看见，常时活出一个上帝所听、所竞选的人甲群体应该有的特色，就是行伫伊的光甲伊的义内底。这常时嘛咧对咱讲这样代志。咱的教会只要是基督的教会，就是属伊的囝儿，咱就无应该伫意表面上人数偌济，或是会堂爱起偌大偌水。2002年，美国加州水井大教堂，因为教会财务无法度负担，地教爱行上拍卖的路。听讲，当时台湾主济基金会嘛有出价，上尾加在是天主教会来买去。香港一个资深的牧者安尼回应这个代志，安尼讲，真侪教会喙拢讲建堂是荣光上帝，总是因建堂是为着荣光家己。咱爱知影教会甲教堂是完全无同款的概念。教堂只是建筑物，实际上新旧约的圣经常时拢咧对咱讲，上帝并无徛起伫人的手所造的殿堂内底。所以对上帝来讲，伊旨意的是伫教会内底所有每一个来到教会组织的信徒。因的性命活出来的迄个款式，毋是即间容纳信徒敬拜的教堂。当教会照着起造大个水的礼拜堂，掠做这就是荣光上帝。这拄拄好个甲上帝心意完全倒变。咱若看今仔日欧美真侪真水的大教会，去了真水的大教会，总是做礼拜的人真少，或是破产的水井大教堂，这就是上好的例。所以咱爱安怎做，才会当算荣光上帝呢？教会是一群互上帝呼召、得到恩典、得到救的基督徒，所以。当教会信徒，歹势就是你甲我咧。当咱才受主丰盛的恩典，将伊对咱生命内底彰显出来，行出伊的义，这才是真正荣光上帝。这才是咱拍拼旨意要入的尾门。这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约翰福音15章第8节，
主耶稣安尼讲：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当然，咱有机会读到约翰福音的时阵，咱较详细来解说结果子这个譬喻。所以主耶稣线接这个譬喻的导向，来刷落对咱讲。路加福音13章28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所有的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家己却受赶出去外面。迄时，恁会伫遐饲口，家鸡切齿，家鸡切齿。主耶稣伫头前这个整个故事的头前讲，将来有真侪人想要入去，袂当入去。安尼是表示讲得救的人少吗？伊一开始就讲，将来有真侪人想要入去，袂当入去。安尼表示真足侪人得救的人少吗？只是伊去讲，东山南北拢有人会坐息伫上帝国内底，所以伊的意思是得救的人多吗？无吧，毋是哦。伊无要计算少还是多，伊嘛无爱咱去计算，因为伊上尾是安尼做结论的。伊讲，迄个上落尾会做第一个会做落尾，所以这个时阵走第一个，无的确是上落尾走第一路，无的确哦，上落尾伫迄个终点进前，咱拢毋知影哦。所以，既然这是上帝的主权，伊的决定一定出人的意料甲计算以外。那安尼何必家己伫遐摇，家己伫遐家己找烦恼讲我是毋是伫这个上帝国制度内底咧？免无需要，因为耶稣咧对咱讲，上帝关心的毋是多甲少，伊关心的是人的性命甲行动。所以，遐个恁做梦嘛想袂到的人，就亲像迄个互撒旦捆绑18年、翘久的妇人人，当上帝拯救来到伊身躯顶头，迄日伊就得到头棒。当伊正确理解这个代志是出对上帝，伊开嘴讹落上帝的时阵，伊就是伫上帝国的内底有定伊的坐息。所以，啥物人要坐伫上帝国内底咧？毋是照这个世界游戏规则，是要颠倒这个世界的常规甲次序。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无需要担心烦恼偌侪人会得救，颠倒爱确定家己是毋是真拍拼努力伫上帝目标甲方向内底。咱军队主是毋是做伊的粉丝尔呢？是做伊的门徒呢？所以爱的基质是上帝国是话门，总是上尾决定什么人要坐伫上帝国内底。歹势，毋是你甲我来讲照算，是上帝讲照算数。路加福音13章31节，刷落去佫发生一个事件，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拄迄个时，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我来甲耶稣讲：你着离开这去别个所在，因为希律想要害你。这时，耶稣受到一个死亡的威胁。我相信咱中间这毋是耶稣的时代有尔，咱这个世代嘛，真侪人有受到这种死亡的威胁。然后，总是这个死亡的威胁，佫是对在上掌权者叫做希律安提帕王来，伊若对伊来可能就无啥简单，
因为伊是一个有权、阁有前科的王，因为是伊杀死惊死的约翰，所以伊有前科啊，所以安尼可能就无啥共款。路加福音第9章第70到第90是记载，当希律听到耶稣一个亲像约翰的耶稣，伫加利利咧讲道理，就亲像约翰共款，伊医病赶鬼，伊就好奇，总是缀耶稣名声哪来哪大，却引起伊的杀机，伊想要杀耶稣的杀机。所以可见，伊真正真想要消灭境内遐个互遮个掌权的人不安先知的声。这就亲像今仔日的中国大陆共款。经过耶稣的是法利赛人，可见毋是法利赛人，所有的法利赛人拢甲耶稣作对。这样代志嘛，显出耶稣所带来的上帝国。确实对在上掌权的带来真大的威胁，总是耶稣并无互这个话惊到，颠倒伊安尼讲，伊安尼回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路加耶稣甲因讲，恁去甲迄只狐狸讲，你看，今仔日、明仔载赶鬼医病，第3日完成我的工作。伫加利利，狐狸是迫害农作物，真互人看做真歹的动物。伫希腊文学内底，狐狸是聪明，总是毋是好物，毋是好物。所以这应该就是耶稣称希律做狐狸的原因。伊袂因为受威胁，就改变伊行去的方向。伊会继续来服侍，为人赶鬼医病，证明上帝的权能甲拯救就来到。到第3日，代志就成。主耶稣有言伫这个所在有言家己的死亡甲搁活。伊要讲伫这条路程的终点，耶路撒冷，拄拄是要显明上帝的心意来。应验这个预言，所以主耶稣刷落去安尼讲，路加福音13章第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虽然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一定要继续行我的路，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互人害死。当主耶稣伫即时提起耶路撒冷的时，伊就亲像过去以色列先知共款，充满感情啦。我毋知影咱大家会对某一个所在有充满感情无？我想拢会，主耶稣嘛会，所以刷落去，伊就耶路撒冷吟唱这条哀歌，所以刷落去34节开始到35节，其实是主耶稣所吟唱的一条歌。伊就亲像过去的先知共款安尼吟唱，咱做伙甲主耶稣做伙来吟唱这条歌，做伙来读这个34节，做伙来读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死先知，佮用石头钉死上帝找你来遮的使者。我偌侪摆爱要自责你的囝儿，亲像家母自责家仔囝。甲伊伫19个，恁拢无爱。迄个真歹，有若无，迄个真特别啦吼。台语的真特别吼。伫19个啊，吼这台语新的翻译吼，安尼就真清楚。迄个家母迄种伫家仔囝的内底。咱来知照圣经的描述，耶路撒冷是上帝工作的根据地，应允成就祝福的所在，总是也是破碎、被掠、受毁坏的地，是当时信仰者，不只是当时，现在
信仰者心内底的圣地，总是耶路撒冷，也是主耶稣上尾受难的所在。所以伫这首哀歌内底，警告甲哀悼耶路撒冷，真风气就交集做伙。耶路撒冷的源头有可能上早是起源伫创世纪14章18节，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有可能是对迄个所在根据开始。总是耶路撒冷真做圣地撒冷，真的后来是毋是真做耶路撒冷？其实学者有真侪讨论。总是诗人的吟唱内底是安尼讲的：诗篇第76篇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伫撒冷有伊的会幕，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所以人后来信仰者对古到今耶路撒冷称作上帝的圣城的原因，总是撒冷原文的意思是和平。不过对古到今，迄块土地征战袂抹煞，对头到尾拢无和平。咱也知影耶路撒冷的故事就知，对头到尾到现在嘛阁还无和平。犹太人称耶路撒冷是世界的大财、宇宙的中心，总是基督徒咧。台湾的基督徒读圣经，所以对耶路撒冷有好感，情感上认同。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甚至有旅行社就专门办这个圣地之旅，就叫做耶路撒冷旅行社。这拢无问题，我袂否认现代以色列国的科技、医学、社会进步发达，总是我绝对无认为现在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上帝有定的百姓。我绝对嘛无认为上帝要借着因带来上帝的国度。相时，我嘛绝对无认为因脚所踏的土地就是因的。理所当然就是因的，毋是。所以，这个绝对拢是黑白讲。因这现代以色列国甲上帝有定的上帝百姓完全无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现在台湾教会界有真侪牧者伫讲台顶头一直讲基督教锡安主义煽动的言语。听的人爱敏感，这到底是上帝的话，还是你的话？假使你若家己讲，自我感觉良好，宣讲的人恐惊会亲像主耶稣譬如内底，遐个家己掠做家己讲家己对的人共款，到时互上帝讲，我毋捌你，闪离开我。这就亲像主耶稣吟唱这条。耶路撒冷的哀歌，伊上尾安尼讲，表示这个牧者拢无咧读圣经啦。因为主耶稣明明就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条哀歌上尾35节，做伙来读来看，恁的家要受废去，我甲恁讲，恁绝对袂看见我，直到恁讲，奉主名来的是应该学乐的。真歹势，这个我无转过吼。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圣城？基督徒真清楚，圣城无伫耶路撒冷，还是古早。因为假使迄个城的人，迄城的人若无行出上帝的义，甲伊的疼，甚至杀害上帝所称先知的声，那安尼，迄个城早晚会毁坏，就亲像过去耶路撒冷受毁坏共款。事实上，爱直到有一天，伫圣神的感动内底，因会认出这位奉主名来的俄罗伊的时，迄个所在才真做上帝祝福的所在，
迄个所在才真正做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是知影安尼，即时咱认伊做主，真心献上咱的敬拜，学了伊的时，咱就爱知咱所踮的所在就是圣地，咱所徛起的所在就是圣地。但愿你甲我，当上帝权能来到的时，咱会坐伫内底。总是，迄毋是我决定，就亲像我一开始所讲的，迄啥决定的？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你知阮实在软弱软弱，阮时常家己感觉家己真好，总是主检采有一天，当阮拍门，你拍门的时，你会讲。你会伫内底讲，我捌你闪。主，你知，阮确实软弱，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正确实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你的义，甲你的听，结出济济果子，透过安尼来显明，阮确实是属你的百姓。主，阮愿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圣诗第558首，圣诗第558首，恳求。对救主对我光明，恳求救主对我光明。请起立吟全首。恳求救主对我公平，加委托你，我要敬你，哦，我在你心被家里，那主错过高的心病。恳求救主引传帮赞，我家为看有错的人，救主赐我当有气，心要最大的坚强力。使我归了勇敢自在，兄弟结伴坚固无碍，互我春春跳堂的手，求人拖地苦下忧愁，恳求救主大声加息，我家为家宝贝亲你，互你的话真意真情，高地情人温柔的心，将你不负来相思我，互我的心得着充满，人人心将人间羡慕。
乐我主，救主眼光虽然卑微，大是大为他立起，高你眼光我夸你，无魂地里平安欢喜。阿门。会众请坐。奉献，咱请穆桂英简秀柱执事来实现。请大家起立吟奉献的诗。伫报告的台上，咱来先看周报的头一页的上下骹。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你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约翰福音15章8节，请。是我的门徒，我的爸因为安尼会得到。约翰福音15章8节，你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约翰福音15章8节。请看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本周到后礼拜的服侍人员，教育部的课程、周间甲小组的聚会，请家己看。奉献的明细若有重大，请往办公室来更正。第3页消息报告。后主日，夫妇甲妇女团契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伫721会议室聚会。教会消息，为着要实施教会全面性的集体关怀，请各区的区长、中级同工干部主动往办公室徐秀莲干事以本会庆委会颁发申请慰问金关怀探访。教会组织爱餐实施的要点：第一，准备9月份开始实施；第二，厨房甲洗菜洗碗同工，请上午8点集合。后礼拜请世新主厨甲妇女团契。
第三，准备140人份，会伫4楼的广播栏使用爱餐登记。第四，采用便当的方式，无提供汤。第五，主日中昼11:45分的时阵，会伫6楼分批领便当甲签名。以团契小组会议的需要，若是也无，就伫6楼使用爱餐。教会小组甲现有的8区的发展策略如下吼，请大家家己看吼。第四，美术老师带领的牧神群组查经班，伫9月13号拜二下午10点，9月15拜四永暗的8点开始进行第2梯次的查经班生命记。请还未入牧神群组的兄弟姊妹，扫 QR code 直接加入。本会范明彦弟兄甲蔡宇威牧师已经伫9月9号拜5伫阳明山浸信会年头山庄举行结婚甲感恩礼拜，新人甲家属多谢大家祝福甲带导。本会理事官姊妹的组囝简慧英姐妹安息主怀，9月15号拜四下午10点半伫台北二滨举行告别礼拜，请关心带导。合作社李干事会伫今仔中昼12点伫青年会议室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我阁爱特别爱多谢，即摆伫6楼甲咱做伙参与礼拜，总是因是透过即个荧幕做伙参与礼拜的遮个伫厨房内底咧无闲的遮个师傅，多谢恁的服侍。也感谢上，我顶礼拜有小可讲过，咱的教会真勇敢来举行爱餐，总是爱餐伫教会有一个真特殊的意义，就叫做阿加佩。换一句话来讲，毋是去领便当安尼尔，你领到即份便当，就爱甲人开讲配话，安尼较叫做爱餐。但是不只是配话尔，是互相关心。所以毋通孤单一个人就来到教会，就孤单领一个便当就搁转去。咱来到教会毋是咧领便当的吼，领这个便当有义务，就是咱会当甲咱所疼的人、所关心的人做伙来相食饭、相分享咱的性命。所以要邀请咱无得靠，你要甲伊同食的人，无得靠伫咱中间嘛袂要紧，你会当。领转去，然后甲伊做伙来食饭，然后就亲像即个中秋节团圆共款，咱爱互相关心，分享咱的性命。那安尼，即个阿加佩就真有意思。所以领到阿加佩的时阵，爱会记得分享你的性命。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虽然是便当，嘛是一个有当时就点坐伫迄个角仔吼，就安尼食了。所以不要紧。爱会记得食了后去分享咱的性命，这是阿加佩真要紧的意思。第2项要邀请咱大家来继续参与，所以我一礼拜要邀请咱大家有一场的礼拜参与一场礼拜，一场的小组也是团契的聚会，以及一个服侍。所以咱的献歌队，咱有看见咱的献歌队哪来哪侪人，要邀请咱大家。你若对唱歌有兴趣，来参与献歌队；你若对即个感觉会当家己会当做一寡 PowerPoint 还是音控，来报名。其实咱的教会有需要真侪人，搁较热心的参与，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一礼拜一场的礼拜，一个团契还是小组，以及一个服侍。愿上帝帮咱，互咱的教会搁较勇壮。嘛，透过安尼，咱有伫10月30号即天，咱会用小组或是团契为主出去野外礼拜。所以我的愿望，当然迄天咱伫遮嘛有一场礼拜，因为阮知影有的人可能不便出门，所以伫遮会有一场礼拜。总是我愿望咱尽可能会当哪侪人出去哪好，到时阵空拢袂要紧，牧师家己做礼拜嘛袂要紧。愿上帝帮咱。互咱真正伫教会伊的教会内底，真正有上帝的旨意。上尾一项，
邀请咱大家来读圣经，所以美智老师阮有真侪的沟通了后，美智老师本身是华神大学硕士班毕业，总是伊后来无误会，伊进入圣经公会来翻译，来做这个诠释本的工作。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所以伊是有真正的专业的牧者，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使，请咱来参与伫线顶所开办的这个牧神查经班。伊有2个时间，拜2的早起时，以及拜4的暗时，这2个逐礼拜拢有，所以刷来是要读《申命记》。愿上帝帮助扶持，互美智老师所开的，互上帝话真正会当照光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上尾，搁一个提醒，邀请咱大家来月定奉献。我袂邀请咱大家11奉献，但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尽可能用咱的月定的奉献来为教会祈祷，咱的奉献就是为教会祈祷的基础。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上尾一项歹势，思云老师等一下就要坐飞机机，请咱放伫祈祷中，为着这个家以及思云老师等下坐飞机的路途平安来祈祷。咱顶礼拜天已经为伊祈祷过啊吼，伫礼拜中为伊祈祷。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继续关心这个家庭甲这个家族。上营圣诗第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赐，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悔，到底世间。我你所有，我描尽你，因关心来，更好可记，献出忍耐，最后没有因错浪浪连魂的救。我每时说救主属好，困苦的人属因快乐，相信因错甲我当家，远远孤寂严格里面。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
请大家互相请安，行平安礼，平安。
啊。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圣诗，我们一起来唱圣诗。圣诗第153首。我听耶稣温柔慈声，我听耶稣温柔慈声，请起立唱全首。我们依旧站立，用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请坐。经文第39篇，翻到后由我来起，请会友来应。在将来的日子，圣殿坐落在山冈，要伫立在群山之上。许多民族要聚拢前来说：“来吧，我们一起到上主的山。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上主的教训从耶路撒冷发出，上主要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国际间不再有战争。雅各的后代啊，来吧！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父神，谢谢你如此爱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享平安与喜乐。谢谢你赐给我们能看见美好，看见盼望。主，我需要你陪伴在我们左右，管教我们。现在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福音。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今天我们要攻读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22到35节。路加福音13章22到25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自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面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面的，将要在前面；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道，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在上帝国里坐席。在上帝国里坐席，我们请吴富仁牧师。圣诗第558首。圣诗第558首。求主向我清楚阐明，求主向我清楚阐明。请起立唱全首。请坐。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大家读2遍。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8节，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8节。大家请翻到第1页，第1页为本周及下周的服事、周间聚会、主日学聚会跟教育部的课程，请详阅。
第2页为小组聚会表及主日奉献明细，如有误，请洽长职。第3页消息报告：下主日夫妇及妇女团契于第2场礼拜结束后，在701室聚会。教会消息：为实施教会全面性肢体关怀，请各区长或长职同工干部主动向办公室徐秀莲干事依本会庆卫费办法申请慰问金关怀探访。第2点，教会主日爱餐实施要点：1、准备9月正式实施；2、主厨及洗菜洗碗同工，请在上午8点集合。第3点，准备140人份。第4点，采便当方式。第5点，主日中午11点45分至6楼分批领便当。第6点，依团契小组会议需求或6楼使用爱餐。第3点，教会小组和现有8区发展策略如下： 1、保持现有8区架构，定位为对内关怀，特别是未来与小组之兄姐适用于通讯录、领票、洗菜洗碗、生日礼券等分区。第2个，小组定位会以对外拓殖，保有弹性，邀请更多新朋友和把老朋友找回，坐满礼拜堂。第3个，欢迎更多小组成立，可以先小组祷告，开始鼓励团队探访，照片存群组，代祷事项和文字分享，互相激励。第4点，美智老师带领的牧神群组查经班将于9月13日星期二早上10点，9月15号星期四晚上8点开始进行第2梯的查经班。查考的经文是《生命记》，请尚未加入牧神群组的弟兄姐妹扫 QR code 直接加入，谢谢。肢体消息：本会范明彦弟兄与蔡宇威牧师已于9月9日星期五在阳明山浸信会岭头山庄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新人及家属谢谢大家的祝福代祷。第2点，本会里娟秋姐妹之女儿简慧莹姐妹安息主怀，9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点半于台北2滨景仰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关心代祷。其他消息：桃园互助社理监事会于今日中午12点于701室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加。请牧师介绍代祷。祝福，我们一起唱圣诗。